今仔讲到即马选举，真侪伫咧外地读册，也是食头路的少年人，拢感觉转去投票，请钱的成本悬，应该袂差我这一票。为了鼓励少年家转去投票，台湾青年民主协会即届选举，共款有发动线顶平台募资计划，打算要从60万补贴青年回乡投票。1月13，回家投票。只要你是满20到35岁的年轻人，只要你是回到你的户籍地，符合这2个条件，我们就欢迎你搭上我们青年民主返乡列车。每年1月13选举，爱转去户口地投票，不过真侪学生囡仔拢伫外地读册，回乡转去投票爱开车钱，成本真悬，都有人会归去放弃投票。为着要鼓励少年人出来投票，台湾青年民主协会照英国的例，发起募资扣钱，提供游览车载少年家转去投票。我们提供游览车，我们也提供我们的船班的补助，我们也提供我们的机票的补助，所以总共有3种不同的交通方式，在全台湾，在整个台澎金马都一起在1月12、1月13一起上路。自2018年大选青年回乡列车扣89万，2019年扣270万。协会表示，这回目标是希望会当扣60万，若准有达到标准，大概会当协助2000个少年家，希望会当减轻少年人的负担。选举的结果会决定未来4年的国家走向。大家应该有听过，不关心政治的结果就是被糟糕的人统治。如果我们都只停留在思考、批判的层面，而没有实际行动，那这个社会体制并不会因此而有所改变。即阵离大选投票剩个月尾时间，顶一日《纽约时报》有针对台湾大选进行报道，讲伫即届三卡都的情形下，20岁到30岁少年选票有可能会成做影响选举的关键。主办单位希望回乡募资的计划会当带动青年积极参与投票，用手头的选票决定国家的未来。记者林旭凯台北报道。